手欢迎他们。你真伟大，超规高昂，圣诗排行榜第一。瑞典诗人伯贝牧师是木匠之子，当过水手，也曾担任20年的国会议员。有一个夏天，伯贝牧师在路上突然遇到一阵雨，大雨过后，天空转晴，彩虹出现，小鸟歌唱，种种美景让他惊叹造物主的奇妙作为。可是他立刻写下这首诗，随后发表在报纸上。几年后，他参加一个聚会，竟然听到这首诗被配上瑞典的传统旋律。这首诗歌在北欧各地广受喜爱，后来也被翻译成德文、俄文。英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师去乌克兰宣教，听到此诗，再将本诗的俄文版翻译成英文。美国牧师可以看得布道大会常选唱这首诗歌，因此你真伟大在英美世界也大大流传。歌词有赞叹上帝的创造、感念救恩和将来的盼望3个向度。花莲港青少年弦乐团将带来主曲，我们很难想象这位编曲的庆光是台积电的工程师，这斜杠的很好他特别用2首诗歌融入这个主曲，他将圣诗跟 Peace Like a River 50咱结为1天1000天和平，边欢乐心平安，还有一首是原住民邹族古调，承载王真文牧师做的诗词，祝一中列大万有大，一起把它变成你真伟大这个主曲。盼望我们一面聆听，一面以灵歌唱赞美上帝圣名。
公关主任因为不到1岁，却需要动心脏手术的女儿，创作诗歌《你是唯一》。音乐会中，因会将自己讲故事做见证。庆功融入另外2首诗歌，做成主曲。第一首是天赋的花园，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第二首呢是 Jesus loves me，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小小孩童虽软弱，耶稣怜悯很喜乐。让我们在花莲教会青少年乐团本节乐团的音乐声中，欣赏编曲者的巧思，也来体会上帝的爱和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就是你是唯一的创作者简英慧，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花莲港教会，跟安慰之声一起来这里服侍，也分享我的生命故事。那我得说，刚刚我听的这一个2首演出的曲子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你是唯一这一首是我听到大概是史上最优雅的一版，因为我这一首歌呢是写给小朋友的歌，所以是比较活泼的，都是活泼。那觉得优雅的也非常的好听哦，真的是音乐会带来不同的果效、不同的效果，然后来洗涤人的心。真是谢谢花莲港教会从牧师娘还有各位这么用心的来预备这一场音乐会。那我在音乐会的开始，我先自我介绍哈。那我现在是在台湾神学院，可能有第一次来教会的弟兄们不知道，台湾神学院就是在培育台湾的传道人的学校。那我现在是台湾神学院里面的公关主任，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那在这边呢是服侍，不是工作，是服侍。那一开始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安慰之声，我们的安慰之声。我们的团员组成的背景呢，我们的核心的团员当然都是来自台湾神学院因为还有台湾神学研究学院，其实这是同一所学校。我们的教会音乐系的毕业生，我们都是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的啊，所以我们里面很多毕业生也都是牧师娘，所以有人直接说台湾神学院安慰之声就是牧师娘，其实不是，我们的专业是音乐。那牧师娘是一个专业的服侍，但是音乐老师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就是要用音乐来做福音的宣讲的，我们是用音乐来做宣讲的人。所以我们的专业背景呢，都是教会的音乐工作者。我们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也邀请教会里面有一些对音乐专业的音乐是非常喜欢的弟兄姐妹，没有弟兄，就是一起来跟我们服侍哈。那我们的核心意向就是我们要用音乐来服侍，要容神益人。那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透过生命见证用歌声来诉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奇迹跟爱。服侍定位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上帝安慰的器皿。所以等一下你们会听到的这些歌曲里面，很多也都是我们自己创作或者是改编的哦。那刚刚那个爱是从神而来那首歌就是我自己改编的，但是也有一些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诗歌，是有创作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大家都会听到。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经过训练之后，可以有这样的创作来服侍上帝哦。好，那介绍我们一下我们的团员。他好像不太听我的话，可以帮我按一下下一页吗？为什么按不动？好，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指挥老师谢思韵老师。思韵老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哦，那也在台北爱乐合唱团服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那我们的钢琴穆淑姿老师。然后我们的女高音有3位，那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好了，这是我们的团员，女高音，然后女中音，这次来的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团员，但是因为每次大家时间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团员哈。好，再来我们还有很特别的2位乐手，谢其恩跟谢佳，这是为什么特别是他是男生？然后介绍我们安慰之声的代表人陈秀文老师，对，刚刚牧师有介绍的。那今天呢，我要来的时候呢，牧师娘跟我讲说，我们要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是唯一。那为什么是唯一？好，因为是AI 无法取代的，现在 AI 会非常的流行。那我在想说，我要讲 AI 吗？我又不是 AI 专家。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 AI 非常的盛行哈，很多人都在写文章或者是查资料都用了 AI， 那它非常的方便。有时候因为我们会太方便，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该做些什么事。
所以呢，好，就是人类创造 AI 是为了什么？我今天没有要讲 AI， 那个太难了。然后为什么要创造 AI？ 为什么创造这个东西？因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人要解决困难嘛，很多问题我们去找 AI 解决。因为现在的 AI 实在是太聪明了哈。为什么？因为 AI 会模拟智慧，会模拟人工智慧。那为什么要人工智慧？因为我们写了太多的东西，我们会在网络上搜寻，根据这些大数据呢，所以它就很聪明了，我们就把它养出了这样的智慧。所以 AI 它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它会陪伴跟协助我们。好，听说有人就很喜欢 AI， 然后要去找 AI， 要跟 AI 结婚，因为他真的是太了解你了，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会回答你。那我要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跟他讲一些我们的心事的时候，他完全会顺着你的意思。因为怎么讲，你会觉得他好贴心哦，但是因为他就是你给他的资料，就是我们给他的数据，就是有我们自己个人情感，有一些比较属于我们个人的看法的时候，他就完全的赞同你，对，会完全的赞同你，所以你会觉得说，被他问问题，会觉得他真的好了解，好贴心哦，就有人要跟他结婚，然后因为我先生是学电脑学资讯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AI 的事情，然后我听了以后，觉得有一个感想，就是说人类呢发明 AI 是为了什么？要创造 AI 是因为我们很自大，人类其实是很自大的，想当一个创造者，去创造一个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是刚开始是人去想出来说这些资讯可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可以做什么事，所以可以创造什么事出来。就是人真的很聪明，像这种遥控器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懒得走就可以发明，它就可以帮你去遥控东西。人真的可以去发明那种替代你的身体，替代你现在还可以发明替代你脑袋的东西。可是呢，又很软弱的，需要当一个倾听者哈。好，那刚刚我们唱的第二首歌，其实有一种东西，我觉得在 AI 上面它没有办法找得到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唱的是什么？爱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它可以模拟的很像。可是当你在持续的问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内心里面的真正的那个渴求。那对我们来讲，爱很宝贵的是爱，因为爱是从神来，从神来的爱跟一般人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我的故事，我的女儿她叫做谢永恩，我们叫她小米。在她3个月的时候，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我从小到大，人生的经验又不是很多。当我知道我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我希望上帝可以把她的心脏病把它治好，可以把她心脏的那个洞给它补起来。但是这个在我来讲是信仰的一个历程，一个学习，一个挑战。因为我发现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他没有回答，他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好，那我自己不能的时候，我就请我的朋友，请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祷告。我们祷告了非常一段长的时间，我没有听到声音。为什么上帝不跟我说话？我们不是说，我们祷告上帝都会听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你看他那么小的，那么可爱，很嫩嫩的，而且是我结婚了，我结婚4年我才生他的。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上帝要让我的孩子经历到这样的痛苦？然后医生跟我讲说，他也许那个有自己合起来的机会，因为他可能还太小。如果他哭用力一点，也许那个心脏那个洞会合起来。那我那时候也一直在祷告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说了。我觉得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我对神的信任。难道上帝跟我的关系难道就是这样子吗？我要怎样去让上帝明白说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非常的悲伤？那这是我看到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这时候他还没有手术，他个子小小的，就是他常常动一动，然后就会喘，会流汗。
那我要把他送到手术台去。但那时候我到他快1岁的时候，那个心脏还没合起来，医生跟我讲说，你如果再不把他送来开刀，他那个洞会越来越大，它会越大。那就是已经得动刀了。那本来他是跟我说要给他放一个装置进去，那我就不想他放一个装置，因为放装置，如果他心脏再变大的，还要再开一次刀。其实我就觉得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那当他那时候到11个月的时候，医生就帮我还是把他带去开刀了。然后开刀的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我完全不知道神你的意思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让那么小的孩子开刀？我其实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后来我把他送到手术台去的时候，我妹妹跟我讲说：“姐，这样也许是上帝一个美好的旨意，因为如果他是放一个装置进去的时候，可能他长大还要再开一次刀，也许那个装置在心里面，你在他的心里头，你不会觉得，心里还是觉得怕怕的嘛。”我心想也是。我就是觉得，我就想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上帝要让这件事情怎样发生，怎样解决，他有他的方法。我一直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想说，神啊，我要你怎样。然后当我妹妹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对，我没有学着去听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一直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命令上帝你要做什么。后来等他开完刀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开始过的另外一个比较自在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开完刀了嘛，我只要追踪他就好了。有一天我在家里面，我带着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呢是神给我的一个宝贝，然后上帝让我这么爱他，我跟他有个特别的情感，我跟他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这好像是没有人可以代替，因为他就是我的孩子。那我突然想到说，我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能够取代。我如果是别人，上帝有对待别人的方式，对爱别人的方法，他爱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那天我记得我带着我的女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这句话：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如此特别，没有人能取代你。我那时候之前我本来就是有在教音乐班，可是因为为了要带我的女儿，那时候我已经辞掉工作，然后在家里面就是帮中国主学协会作曲。然后我在家里写曲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句话就出来了：没有人能取代你。后来我就把这首歌写完，因你世界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我想那个神的眼中，因为我透过一个母亲的感觉，在我的眼中他是宝贝，所以我想神的眼中看我们也是宝贝。所以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弟兄姐妹，你们相不相信，在世界上你就是唯一一个上帝对待你的方式？上帝爱你的方式跟爱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上帝怎样让你雕琢你，跟雕琢我的方式也不一样。上帝怎样让你遇到你的困难跟挑战，跟我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上帝怎样去爱你，他拥抱你的方式跟我也会不一样。没有人会是一样的，我们就是那个特别的，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特别的人，没有人可以取代你，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当时呢，他这个下一张照片是他刚开完刀的时候，这是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刚出生的小小的，他个子非常的小。好，下一张，这是他现在，这是长大了。其实这件事已经过了非常多年，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去了解到，特别去学习，去了解到说，原来我们都是那么特别，在神的眼中，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我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的孩子。好，下一页吧。好，那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画画的人，这是他画的自画像，他自己站在树下然后那个是他画的老虎。我看到那老虎的时候，我吓一跳，画的好细腻哦。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特别呢？因为我也不会，我不会画画，可是我的女儿却可以画的这么细腻、这么可爱的东西。好，那
我画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没有像那么细腻，那么的可爱，就是他特别他喜欢画画的地方。好，帮我放下一页。所以他现在他做的工作呢，他是一个产品包装的设计师，他现在也已经长大了，然后在工作。那这个是他设计的，他们公司的一个品牌，我非常喜欢这个产品的盒子，让我看了觉得非常的鼓励。他这个是为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所设计的一个礼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4个字：看见勇敢。勇敢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可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那小小的有4个字，3个字是什么？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3个小小的字在下面，不说的。我们以为一个人的勇敢有这么简单吗？有这么简单吗？勇敢的我们看得到外表勇敢，但是不说的那个是你经历过非常多的挑战，经历过非常多的学习，经过非常多的试验，你才会让人家看到那个一个人表面勇敢都不是那么的容易。这是他这位唐氏症宝宝设计的一个礼盒。所以有时候我们以我们的理性能够了解，我们会去找一件事情，我们先想那个答案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样，你遇到事情你一定会去找答案，你会去找答案吗？会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会去找答案，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孩子的，在我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有些事情是不可言说的，根本就说你没有办法去说，上帝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它是不可言说的，你讲不出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谁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他叫做约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这件上帝让这个事情去发生，所以呢，谢谢，这个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自己从说服自己，有时候你要会不会说服，你帮助别人去，你跟他讲说，当你要助人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我去说服你，去帮助，去让你知道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其实呢，我们只要学着陪伴，你要想到说神就是与你同行的人哈。好，然后前几天我们学校办了一个讲座，叫否性神学。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否性神学是什么耶？好，否性神学，后来我认真去听了讲座，然后也跟一些老师有讨论过我对这个否性神学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说，上帝有时候大到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理性去了解的事情，那个叫否性神学。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问说，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否性神学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认同什么？认同你有不知道的权利。就像我女儿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你要这件事，有些状况，神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上帝比你所知道的还要大，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语言来解释它。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有不知道的这种权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这里发生，因为什么？现在的语言有一些语言呢，真的是太浅薄了，没有办法去说明。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安静的等候，就会相信说，上帝会在这样的沉默里面，他在你的安静里面，他懂你的无言，接下来我们要唱2首歌曲，第一首就是当答案不够时。我曾经问我们老师，我就问他说，这首歌是否性神学吗？他说很接近的。否性神学，当答案不够时，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读经祷告都没有办法去寻找到那答案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语言已经没有办法，理智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你神的作为的神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当答案不够时，就是这样的歌。然后另外一首歌呢，下面一首歌就是我们要唱《你是唯一》。就是你是唯一，它可能不是一首否性神学的歌曲，但是也是在那种对神的信心的状态里面宣告，找到神的爱。好，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要唱歌又要讲话，现在是有点困难。然后我又唱的是女高音，所以我就等一下我可能要吞口水。因为我们专业团的女高音都很高，所以那个对我来讲就有点吃力了。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说，我遇到的故事呢，就是神会给你的磨练，绝对不会只有一次。你的人生有很长很长的，上帝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找到你。好，那刚刚是我的女儿，现在是我的儿子。好，我们叫他小 B， 谢启恩。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脸怎么样？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他他应该是他左边这边哈，但有一点阴影看不到，左边的脸肿起来了。有一天呢，那时候他10岁，这是他10岁的时候，他下课回到家里面，他就跟我说：“妈，我今天打足垒球啊，我的脸被球打到了。”啊，我说：“你为什么用脸去接球？”他说：“因为我用手接啊，可是没有接好，所以那个球这样打到他的脸。那因为足垒球比较软嘛，那我想说，他有用手打那个球，不是直接打过来，应该没有很严重。然后这肿起来了。他说老师已经有给我热敷，给我冰敷过了。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赶快再敷一下脸，然后我去煮饭。就煮完饭以后，发现他脸更肿了。我说你有没有认真在敷脸啊？他说有啊，脸就肿起来。那我想说，还是带他去看一下医生。然后我问他会痛，他说不会痛。然后带他去给那个教会的牙医看，牙医跟我说，他可能只是这里有个血包而已，可能是流血。隔几天就会消失，它咬合就是正常的，所以不用担心，就是脸没有被打歪。我想说那个足垒球如果把脸打歪，那也真是那个不知道是多大的力道，可是并没有，所以想说隔几天它会消，结果都没有消。那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带他去医院挂号，我看了好几个医生。那医生跟我说，我第一个是看骨科，我不知道看什么科好，然后我就看骨科，就医生跟我讲说，对不起，我们骨科只有看头部以下的，我还不知道头部以上他没有看，那怎么办？他就说，那你把这个拿回去，就当做你今天没有来，还没跟我说挂号费，还蛮有耐心的。然后，但是我就想说，他到底要看哪一科好？有看头科吗？看什么科？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跟我讲说，你带他去看整形外科好了。我说整形外科，对啊，因为有一些明星啊，他们的那个脸啊要弄小一点，就看什么整形外科，所以呢要从这边去把汗骨这边脸削小一点。所以去跟他，因为那时候他有同学是儿童的整形外科医生，好，我就带他去看。这是从带他去看医生，你看他这样就比较看得出来，就脸一直都肿肿的，好几个礼拜他们那个导师不是导师，就是科任，不是那做什么老师，反正就是不是他们班的导师，还跟他讲说，谢谢，叫小 B 哈，小 B 谢谢，上课不要偷吃东西，以为他还在糖果，他就脸肿肿的这样。但是我跟他在挂号呢，在等看医生的时候，就那时候把他送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医生就本来也跟我说，可能是凝血功能不好，但我们也测过凝血功能，但是他的凝血是不是合起来的，没有都很好。那后来医生跟我讲说，你还是带他，你还是让他开刀好，把那个血引出来好了。那我就把他送去手术。那我那时候也怕他会怕，然后就跟他讲手术怎样，他就觉得手术可以自己手术完就可以自己住在病房，可以不用去上课什么的，他想得很美好。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太天真了，就是根本不是那么好玩。那他那天手术出来以后，在恢复室，因为小朋友嘛，有护士这边有护理人员嘛，应该都知道说小朋友那么小，爸爸妈妈一定要在身边，所以我就陪他在病房，手术完了再陪他在病房等他醒过来。那医生就跟我讲说，妈妈你不用担心啊，他就会醒过来。那他的那个这个已经送去化验了，是黄的东西，不是血，是黄的东西。然后我心里就咚，因为我从我女儿那时候没有，之后我就没有去上班，我在家里，刚好因为我婆婆生病，因为我妈妈生病，然后
又是有我女儿，然后在这个家伙这样子说，我就想，这应该不会是什么好事。但是我想，我不要自己去讲这个事情。我那时候常笑我自己是那个台大医院的久病成良医系，因为我都知道要怎么样带病人去检查他有什么状况，所以他跟我说是一个黄黄的，我心里想着大概不妙哈。然后隔了4天之后，医生就跟我说，把他检查出来了，他的病呢叫做兰格罕细胞组织球增生症。然后我听到这个病名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医生跟我说，这是一种儿童罕见的癌症，然后儿童罕见癌症，那我就那一天我其实心里面非常的震惊。我其实大概我不晓得你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头脑大概都已经放空了，你完全不知道那种东西，那字就好像那个字都一直打到你的头脑里面。他得了癌症，然后呢，我要怎么办？医生跟我说，接下来你还要再带他开1次刀，因为要把他的那个清创，要把他那个患部也要再割，要清多一点那样子，还要再割多一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要告诉一个10岁的孩子，你要经历上帝的恩典，你得了癌症，上帝会带你经过这样的人生幽谷。你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能够听得懂这个吗？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讲。可是我心里想，我如果不告诉他的话，他要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即将要经过的这个人生的风暴？因为他再来，他就要手术，他要化疗，他不能去学校，他不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然后我那天就想一想，我觉得我要坦白的要告诉他这件事情，而且我相信神会带你经过这一切。我觉得当时我的心里的那种状况，真的就又遇到那个否信神学的那个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情又发生在我身上，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你们就是你们家里祖先做了什么坏事，你们祖先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报应就在你们孩子的身上。我想这种话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你并不会很陌生，你并不会很陌生，你没有听过。但是我儿子得了癌症，是我祖先没有积福吗？我心里心想，我的信仰告诉我不是这样子，我不要落入这样的诅咒里头。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美好的旨意，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首歌一样，你是唯一。所以我决定坦然的告诉我的孩子，而且他那时候才刚看完第1次手术，那他是刚看完手术的样子他是这样看完手术这样，整个人头都包起来，整个头都肿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弟弟，医生说你得的是一种儿童罕见的癌症，那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妈妈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个，我就告诉了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妈妈，她跟她的小孩一起做蛋糕。1块蛋糕的比喻，一起做蛋糕。我说这个妈妈呢，她就拿着蛋给她的女儿说，你要不要吃一下这个蛋？那女儿就说，这个蛋是生的，不能吃啊。然后妈妈就跟她讲说，那你要不要吃这个面粉？那女儿说，妈妈这个面粉不能这样子吃啊。那么她就跟妈妈要拿油给她，让她喝下去。然后那女儿说，妈妈你今天怎么了？我们不是做蛋糕是要把这个东西夹起来嘛？她只能做一个蛋糕啊。所以妈妈就跟他讲说，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就好像是一个鸡蛋、一个面粉或是一瓶油，你的人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要把这些加起来，就是他会用什么蛋糕要把这些加起来，它才能变成一个蛋糕。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儿子，我跟他讲说，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什么口味的蛋糕？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单看某一个单点的事件，你就来断定说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一定会是这些困难累积加起来，你才会成为你人生的样子。然后他其实当下还记得当下我告诉他说，你会经过一个这样的考验的一个事情。那我说你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考验，我不知道。可是这个最后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这个答案我希望是你来告诉妈妈。然后他那一次就是，那天我记得他哭得很惨。然
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是我？跟大家一样遇到事情，每一个人遇到这个自己的癌症，因为他就很怕自己会死掉。然后我就第二次要送他去开刀，就他也很顺服的跟我讲，他要等那个答案，上帝告诉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这个答案，他要来告诉我。然后那个1个月之后就这样子，第一次手术，第二次他这样子1个月里面开过2次，整个头都包起来，然后也不能吃东西。刚开完刀的时候，他只能喝水，然后再就从流质，不是一开始就吃稀饭就那个很淡的水，一点点水，然后再慢慢是果汁，然后再是稀饭的那个米然后再是粥，那慢慢的这样子1次，然后再手术完再1次这样子，不能吃东西。然后第2次手术的时候长达了7个小时，但是手术开很久。那因为整形外科本来是要开他这边的，开外面，因为人家美丽的小姐这里都不能让人家看出她是有做手术的，所以开到一半之后，医生出来跟我讲说，他的骨质太脆了，所以一定要从外面打开因为已经碎掉了，他没有办法从里面开，所以从外面开，那从外面开就会留下疤痕，要把它绑起来。然后我就没有关系，我只要他健康就好了。就他开完刀，那时候出来在恢复室的时候，我去看他，我再次陪他，我真的就像是心里想说，这个孩子他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挑战，我真的不晓得。但是神你要怎么样陪伴他，你要怎么陪伴他经过？那我在孩子面前，其实我都蛮坚强。就他那时候从迷迷糊糊的当中醒过来，看到我站在旁边，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妈咪，我爱你。”我觉得他没有非常的清醒，他就看到我就跟我讲这句话：“妈咪，我爱你。”我当场眼泪就流出来。那是我人生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因为在我非常痛的时候，我从来不敢在孩子的面前流眼泪。但是他知道我很爱他，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很爱我。后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跟我讲这样的话？”他说：“我很怕我自己会死掉。”说他怕不怕？其实很怕10岁的孩子，他很怕自己会死掉。他说：“我如果死掉了，你就不知道我很爱你。”我很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时光，可以互相倾诉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爱。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都跟在我的身边，然后跟我一起服侍。他今天在这边，谢谢。我相信有一些时刻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勇敢，像我刚刚女儿我做的那件，她做的那个东西，把产品设计了，很多我们没有，大家没有看到那个不说的勇敢，这是上帝在里面兼顾我们所做的。然后他经过这样事情的时候，他过了2天，他跟我讲一句话说：“当你痛苦着一下下会过去，都会过去。只有爱会永远留下来。”这是他告诉我的，因为他感受到在那段时间里面，爸爸妈妈对他的爱，教会弟兄姐妹对他的爱，老师同学对他的爱，来看望他，鼓励他，他就觉得说，那1-2个礼拜的痛苦好像不是1-2个月的那种手术的话，好像就过去了，痛苦会忘记但是他永远记得，甚至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永远记得是大家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所以很多时候就好像你站在星空下面，你会感觉到神的伟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当你在星空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是感觉到神很伟大，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当下我们走在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感觉。当苦难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出现说你说不出话来，你不知道怎么说，你也想不明白，然后呢会找不到理由。所以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方式，你了解，你会解决困难，你会知道，甚至本来就是知道说这事情应该怎么处理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怎样崩掉了。我在当时呢，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就是崩掉了之外，我还要很坚强的在我的孩子面前，我要教导他。所以一个纯粹的一个苦难的经验是，
我不懂，我们常常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人很直接的反应。但是信仰的转向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不懂，但是神不是用我以为的，不是神不会用我所理解的方式，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带我们过去。神不会不存在，他不会安静的不理你，他会陪你，他一定会陪你。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承认上帝超过我们的理解。当时呢，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神啊，我不懂你在做什么，但是你一定不是我所理解、我所了解的那个样子。不是我懂了，而是我遇见了。我再一次在这种黑暗的时候，我看见神了，我看见神，我遇见他了，他跟我同在。我们原本了解神的方式是很有限的，我们了解神的方式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上帝静默，上帝安静，并不是因为他不在。好，上帝呢，他用他的静默，不是他缺席，是我们当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回应的时候，他仍然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要唱的，我们要分享的这几首诗歌，这首《真光引领》是我自己创作的歌曲，也是在回忆当时我在病房陪伴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经过了一段黑暗的时刻，我感觉不到神，我感觉不到光，但是我相信光在前面引领我。真光引领，这是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办法飞行了，走不动了。但是神一直在前面引领我，带我走过那个旷野。第二首歌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是那么的美好，但是走在神的道路，说你真的，我觉得很多语言都没有办法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第三首诗歌是所有美善力量，它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潘霍华所写的《所有美善力量》。这首歌呢，也是在一个安静你不了解的一个时刻，但是那个美善力量，它会默默的包围你们，包围着大家，包围着我们，在你需要什么的，它一定都在。
我都献心你爱。
我是肉做的，所以刚喝了一下水。好，所以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挑战，在经过这样的磨练的时候，我相信我人生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跟试炼，但是我相信呢，痛苦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其实有时候要跟大家讲痛苦啊是伪装的祝福，为什么？其实真的很难。你在经历过痛苦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这是我的2个孩子，现在这是儿子跟女儿，他们都已经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感情非常好。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这时钟剑的故事。他是讲说一个瘦瘦弱弱的小男孩呢，这是英国一个应该是在上黑暗时期的一个故事。这个小男孩他是只有他能够把这个剑从石头里面拔出来，但是拔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旁边有一句话说，谁能够拔出这把剑，谁就是英格兰国王。那全部人只有他能够拔出那一把时钟剑。为什么要特别要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苦难、你的磨练，那一把刀、那把剑，你能够成为生命里面的会有什么样的历练？那是上帝给你的那一把剑，也只有你自己可以拔出来。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教我们一件事情，我的信仰教我就是在顺境中找到感恩，在逆境中找到依靠，在苦难中找到安慰，然后走向有盼望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在顺境中找到感恩，在逆境中找到依靠，在苦难中找到安慰，走向有盼望的未来。我的儿子在前年的时候，他经历又一次，就小小病毒就把他打败，他又住院。然后那一次，上帝在他心里有很大的翻转。但是我这时候他已经长大，他跟我讲一句话，说苦难是一种养分，苦难是礼物，苦难是伪装的祝福。但是我们相信苦难是一种养分，它会在像这个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面，它是有生命的，它还是会继续成长。当苦难压着那个种子的时候，那个生命继续的滋长，让这个种子可以长大，可以茁壮。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帮我放下一页好吗？可以帮我放一下下一页吗？他又不听我的话。好，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我们生命遇到黑暗，遇到破碎，对，好，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你生命里面的裂痕，它让你生命经历破碎。可是你不要忘记，那一些裂痕呢，就是让光照进来的地方。上帝的光会在这裂痕里面为你来发光。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你们相不相信神会这样子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你做工？他为你预备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因为你就是那一个特别的人。所以我们再来，我们会唱的一首诗歌，2首诗歌，对，2首诗歌是数算主恩，数算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多为你所做的事情，他在带领你的事情，一样一样的来数算主的恩典。第1首我们要唱的是 Soli Deo Gloria，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发音的它是说只有上帝的才配的荣耀。巴哈是一位非常敬虔，我们大家学音乐的人都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在他的作品后面会写 SDG Soli Deo Gloria， 只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现在欣赏这2首歌曲。
感谢上帝的恩典哦，我们今天的音乐会也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很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把祝福带给大家。那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要相信上帝的爱跟大能，过于自己的感觉跟经验。基督是你的这是台语。基督是你的磐石，有时涨有时落的是海，而不是磐石，不是磐石啊。那个感觉会起起落落的，那是你的感觉，那是我们感觉。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走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到上帝，那都是我们感觉神永远都在啊！要相信他的大能跟他的爱。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祝福带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唱的2首歌曲，第一首是上帝来照顾你，神会照顾你。好，我这首歌很巧妙的呢，用到那个台湾的一个民谣叫做《丢丢档案》，有没有听过？这2首歌把它合在一起。人生呢，这首歌的比喻人生匆匆，它匆匆忙忙的走，就好像火车一站一站走，一路一路的在走。它在走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很匆匆忙忙，但是神都会看顾我们的。好，那第2首呢是一首爱尔兰的民谣，叫做《Irish Blessing》。爱尔兰这首歌它很特别哦，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用这个民族，他们很喜欢用花、风、鸟来遇见自然界的在他们的存在，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希望用风、用花、用阳光来把这样的祝福带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唱2首祝福的诗歌，上帝来照顾你跟 Irish Blessing。
谢谢大家哦，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爱跟恩典带到花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当然今天也准备了一首安可曲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谢谢。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在我15岁的今天，我受洗了，所以今天算是我的生日。我从来没有过过这个属灵的生日，因为好像这个日子跟复活节、受难日常常会卡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当我们说要来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4月11号这个日子好熟悉，那就是我属灵的生日啊！所以我就特别跟老师拜托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唱下面这一首歌，就是歌名叫做《继续》。继续什么？是给15岁的自己，就是一个成人，他回头跟一个15岁的跟自己15岁的孩子，他15岁的自己讲说，如果不是你当时的坚持，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我想我们都经历过一个那种跌跌撞撞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反正你怎么做，你都会不是跟世界碰撞，就是让自己跌倒的一个状况。经过那个年纪，但是我很感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个信仰，认识了神，一直保守我到现在。今天我有什么样的光景，并不是我自己有多厉害，我感谢神让我懂得回去寻找他的恩典，等待他所指引我的道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像那个时钟街那样，你们都有自己的见证，会有自己的故事，会来诉说神的恩典。当我们在唱这一首《继续》的时候，我希望这首歌也是向你跟你自己15岁的自己讲，这个世界没有地图，它也不会公平。但是唯有走在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回头的时候，你会谢谢那个坚持走在信仰里面的自己。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继续》。
好，今天晚上的约会棒不棒？超级赞的哦。我想问一下啦你不是基督徒，或者说你是新朋友，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说你还没有就是认识这个信仰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欢迎你，有没有？请举一下手好吗？新朋友这里有几位，这个同工，这边，我们的同工都不见了，跑到哪里去？那个，请再举手一下好吗？来，先把我们那个单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问卷就是请你填一下，我会送你一个小礼物，那个礼物不小那个东西银离子抗菌，对不对？那个一罐要2500。可能突然间说，我要举手，我们是主要是针对新朋友。今天所有的音乐会里面，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你有一个我们生命中随时他要爱我们的神。这位神，无论你在任何的情况遇见任何处境，简一慧老师他刚才做的见证，如果是我会觉得，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女儿，我不晓得会不会崩溃老实说，因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家里的人连续有人生病，有人碰到这种困境，我想我们都常常会觉得，甚至可能会活不下去。但感谢上帝的是，因为他有信仰，他有这位神。你知道这一次美国他们不是在空袭伊朗的时候，有2个飞行员被打下来，对不对？然后一直躲着，最后救回来，对不对？你知道当他们要去救这个飞行员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顾忌，因为他们是不是被抓了？特别无线电可能被那个伊朗的人拿到了，他就骗他说，你们赶快来救我。可是你知道那个飞行员，他讲一句话，那一句话，美国总统说，马上派兵去把我们的同袍救回来。他讲那句话是什么？对 ，God is good， 上帝是美好的，上帝是好的，良善的。你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美军就马上要去救他？因为伊朗的人不会讲上帝是好，他们会是阿拉是好，而且他们不会讲上帝，因为如果讲上帝，就会亵渎他们的阿拉。所以在无线电，当他爬到最高点，那个就算第一个已经救出来，第二个还没被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怎么办？到底确不确定他是不是我们的人的时候，当他说 God is good， 上帝是美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当你在一个很困境的时候，在你的生命最为难的时候，你要跟人家讲说上帝是美好的，你可能说被笑，那我可怜。你会觉得我的生命在这个最困境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你会觉得上帝是美好吗？但当这个飞行员说上帝是美好的，他被救了，而且这些救他的人也全身而退。我想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觉得我们需要被救，可是我们还没有体会到上帝是美好的。如果当你在你的生命困境中，你愿意相信上帝是美好的，真的很奇妙我觉得刚才听这样子的见证，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心里深受感动，因为那种处境中，如果一个逆境，你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还要去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对你是好的。我想那个叫逆理，就是违背道理啦，不可能啊！你只要讲的合够，你都搞到欧北够。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去经历了那一个逆理，当信不下去的时候，你还要去信；当你的生命在困境当中，你仍然相信上帝是美好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或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经历了很多苦难，你不知道上帝是美好。或许你是新朋友，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我要告诉你，上帝是美好的。如果你今天听不过瘾，没关系，明天早上9点50分，我们做礼拜还会听得到。但是你有自己的教会，我鼓励你在你自己的教会了，好。那如果你觉得不过瘾，我们后面有他们做的 CD， 好，那个 CD 是送的，好，有听到哦？那个 CD 是送的，阿龙伯欢迎你哈。当然啦，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听 CD 了啦，哦，你可以上网去打安慰之声，有很多的歌，但是那个 CD 就是送给你的。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拿回去，开车的时候听，哦，做事情的听。然后如果对啊，你也有感动，你可以上网去查到他们，然后可以为他们奉献，哈。欢迎你们明天一起来到这里。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教会，请你回自己教会，不要专程跑。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教会，或者你很久没去教会，你希望领受这么美好的音乐，明天又有一个很不同的呈现哦。祝福大家这个时候好不好？牧师就为大家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上帝靠我们做美好。上帝，你也是那位美好的神，良善的神。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困境、重担难处，但我们相信你是美好的，你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赐福我们，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求你赐我们回去的脚步，一切都有平安、喜乐，也让我们知道耶稣，你爱我们。今天在我当中的新朋友，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真正认识你，也愿意全心来信靠你，因为你是美好的。我们生命的每一刻，你都看顾，你都真爱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每个人回去都有主你的平安与我们同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再次掌声，谢谢大家，好吗？